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请继续收听由已故著名评弹演员徐云志和苏州市著名评弹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49回。计量高的，要是打是你的十六，当要申请了到最头，今朝你假如你的17日。相互理想，冬儿老早的起来，所以今朝红色叫未分析这个长时期了。一个互理想冬儿嘛，当时所要的相互理想于10，推他个沟通武器啊，玉门飞松。我来了，现在了房厅廊上得意洋洋。都当被一日相调，身处紫楼包，若大卫要分地下去，哪怕他是当被的他土地闹这个一生。今这老夫妻们也是老夫妻绑定了，也是说两亲搞为亲的事啊！哎呦，客气的嘞啊！夫人，老相公，向老夫们，当初为国妃勤劳，这平南谁大少？这个一句话来了是黑为了，过去这平都是再想，实在里也分10个8项，里头领有啊，放下个5人之口，出世上第10事业平复。因为你属于几人爱理了，他的眼睛不好了个目的国家，真的往地大里过一点相爱的面目再想了，你个些当然往自家当背了，我是再想的身份啊，夫人呐、时间是谁家设定心意的风，我不听用了话，一听个我两子生儿来去莫女一将来拿得西用了我两个儿子们谁的那副为何子了，我是要想今朝我打吹下来小恩的就要年里儿子的啊，所以呢恭喜你都一对好夫妻。夫人呐、因此美比交动人家女花红衣细心了，抓了个今朝要当北水湾里头来小恩公呀，人义之在，你们往时间抽下侬，你们老两亲高啊，也是们老夫妻呀，这样那个都当北，他是头的想要双吃茶。大把地位要身体上
须双灯中，是我手指在手中呀，这样样为要客气了我夫人。来相公，我想笑死我定家的子，不给真皮去下定得要想笑死我凶风地门真正的真比去下谁冒双酒，我也娘配去下马，咚咚嗡嗡，一说去相遇，去回王夫人要黑两包。娘陪去相亲东东有了，来草草对来男人忙忙，那个种才是哈客气哟，用不着这个哟。你是讲客气，我夫客气的比这老夫他自在，那么还来客气两三种啊？哎呀呀，来相公啊！下日们马驴不开，胸无药来相公啊，你是去下娘陪我还是娘陪我八卦可巧了啊！娘陪我的，我娘陪去下，去下娘陪我那夫妻怎么客气？人家的我是老中国进来，方才里四面在起表我们一样门在分手，那么那个玉门为的费手，刚要去变香药。到石油里想起呢，东儿是想要得这房厅了，所以老中国十大房厅与要紧是第十大内当不要紧。进来一看不啥事体讲，今朝你个想要当被打泥王这样子，他是打泥闹闹这样来。相姨太夫人，让老奴与我告别。老老一股老中国这人一场啥事体？我是什么事情？便相姨太夫人，说笑啊，两类负重御史，说起后门费收。那么遇到什么后门费收，一定不知还是推特个种好的沟通啊。空人杀菜，老奴见杀菜，非人少佛。鸡呀，什么子？还是十国的大概打来推么子，为的一样的不晓得。那么真正奇怪在，这十佛空虚，你总要老底气。不记得再去细细的杀来。是。那中国再推出来，细细的说我们哪说法呢？相互散户都听来的都，每只听有两个懂耳口的。那么你这哈一早听上下去，比如内国际和门，内么国际和门，再细细的介入。你到了夫妻生女，刚刚说什么等你到小夫妻来小恩，那等不来。唔听的，就应该们到小夫妻们小的房厅上向来，赐予你老夫妻。
哦，你们倒是大包阔包到当北等多么多的大高子为夫嘞？哎，夫人，老相公，我想我爱去想不懂为谋，时光不早了，回不到来，去女情爱，岂有此理？这个嘛，诶，辰光不在，哪回不来了呢？那他这一想嘛，哦，对的。昨日知道家里乡里都是一夫妻的，里8天没吃里在。我讲我现在个，我按到胃里向分在嗨得不得了。气下你也不错，俺为的三夫妻两个为家里向嘛，总是对对，辰光弄得爱在，在家的在廊下困吃活。那么人家里都多困些吧，你等些走啊，来相公啊。像他们三夫妻嘛，所以辛苦了。是啊，定如在被人事对对，商议的为谁为妻，我们等他们批可吧。哎呀，这呼吸的不得了了，嘿吧？哎，我说的对，那么你得等一些吧。加上等子半日又不来，老心急，丞相。哎，孙呀，你与东乡快到花园新房中，呼他们起身到来见我。啊，是这，两个都有劲出来。哎，东乡妹子啊，哎，四个来，俺不晓得够辰光回不来哇。哎呀，说要的嘛，做事情你都没谁人哈。他们规矩给新房里向嘛摆一张书桌了啦，伙计嘛摆子不是，叫你做东西报新婚事。那么大家总是对嘛，毕业子辰光了，困对子嘛，自然里都困业着的啊。但是新的是，不对娘啊。忙中花园里进来嘛，新房做了后花园个后厨里向，说到后厨的浪向嘛，里头是那热木浪向过来的，是杀头个热木了。你来尝尝看。没看呀？过来嘛，隔壁把窗了，那窗门门里装进去啊，装的那么花烛有点黑了啦，新上个帐子嘛，下了啦，上门里嘛。新个蛤蟆的修了一双新个小夹子，当里都困了啦呀！哎呦，困得要暖了嘿！那是快对到走了嘿哇！稍微快眼着哇！哎，不起来！哎，想要他到本子一些在。快呀！那是个困死声音啊，不个叫哪个大的声音啊，不个叫啊，我晓得的啊，一定两块的满地都困的。哦，对，这地洞里了，听不出来，去办房门。怎么这样？两个的妖精追过来嘛，到房门跟随，春香路门里哗啦响起来一个，哎呀，西瓜噻，那收了还讲啊，收了还问你看娘，你房门收了啦？哎，收了啦是一定不了里向，怎么让他起着讲？哦，根本不了里向不得怪，那身上装多了，上门里有新阿母的修了呢。为是呀，我晓得噻。那啦，一定弟兄都把大里到楼不香，哎，哪里都夸他收了里向，没事当中里到来山里起来，起来嘛房门开不开嘛，说叫再困吧。我再拿起不会的。哪来？我兄弟平常就叫不欢喜，打不人家楼不香的，所以哪里都收特乖。哦，这样子噻。哦，我晓得噻。啊，对，家里想想看。我想要么里都两高头让花园里亭子里扎起阿会得噶。哎，楼台顶过做新的。哎，是啊。跟扎起扎墙出来还。是呀，是个呀。那个钉子想要他再说。对呀，对，回到房厅那想，钉子想要他，在我头来着呀。这个让这个多个事情，你都房门收了嘿。哦。这个让人家都一听嘛，我就说得没得，做新了啦，花园里亭子里想扎起的。你到小夫妻两高头嘛起来的这，晓得你老夫妻做新来的，哎，那么现在倒要么拿一副相机，从那亭子里扎起嘛，扎讲出来还在。你要江山我了，我们要江山你了，那么大家急得不得了嘛，江光浪里面跳空气了嘛，抓啊！可是不爱个。刚刚在东儿去听听课，
规则房厅啊是4个童儿让自由了，规则童儿赶快到花园里向去，看见我去向上扎鸡，扎将来了，这里都非要讲啥不讲啥的啊，上来见你吧。4个童儿到花园里面四散开来去对到终于嘛大家才中了一人。哦哟，两块钱。哎呀，分块钱喂。哦，我不是汽车的嘞。哦，我不是寻得了才认得个子喂。我是西瓜3两去认个子喂。我是高三顶上市面才认得，非呀。哦哟，我们罗得去的那么呢。冰箱要3十。那么就呢？回到房厅上，冰箱要是花园里才认得非。好，那中国的一来，冰箱里老弄细细的沙场，为人设法一样的在分享。那么我来了像鸡瓜子。哪会的么子没发现？我去向幸福上，来了的为分你心里多得罪了。老他来得细心，这3个桩事体不对了，李主任。玉门没反手，河岸搭吹响两高头人发了海，房门锁脱了啦。哎哟，非河岸不是海人家，腰里向刀子吹响得罪他。老他又想讲嘛，有点吞吞吐吐。到现在辰光实在俺不是在。哎呦呦，那相公啊！夫人，其身在此想，你想什么？我想我不要不是好人，对了去想得罪了。是哪里话嘞？啊，那个老他蒙溜的。哪会的去挂了我身上么得罪了不是好人，各种些我们老实的小伙子。昨日子打做姿势打本证明来做姿势，用美人计骗到你手举起，是与我的不离种高之路上去为的做姿势不起，而是我是讲个开恩挪个我的当中个无往趋向都不离。李外肯得罪啊，个中央外放在那里。夫人是哪里我来？我想我这童儿记着好，昨日里知谁导致用美人计哄骗他往攻守而去，为的知谁？我将去向上与他得约化作，真不是为道人岂肯方能无疑啊！哎呀，你说的不为道的嘛，他们哪里去了家？夫人不必多疑，寻见我们到新房中去顾客恩接口好。这得意哈。刚才丞相是拿起挪一波重波的一个鸭子，因为新房门收了啦，挪重波的鸭子可以还去开啊。丞相去挪子一波重波的一个鸭子，我的挪哪里？夫人请。老相公请。老夫妻们前头住，我头跟在背，进花园啊，识得何如厂里向。丞相过来，侬门里掀开来，三爷太太们都听看呐。的确，新房门收了啦，快将腮红去掉它。啊，是的。丞相叫侬子中波的一个鸭子，侬要是忙正生门里向，这个开开，归个开门，就一家开不开，开得心里想好的。搿只水一个不当心，忙正两手的房门浪向一推嘛，加上房门掀开，这样一点风，房门掀开嘛，里向一个鸭子在荡子出来着了。哎呀，三爷太太，你都看那鸭子荡出来着哇！来了像这鸡瓜子吧？要是让那个红地人走啊，是他的手干上当得里当然了，干了里向，根本牛配美好，快将腮红去掉它啊！要紧要是手门里向坐进去嘛，快手得来开一开，要是手身边看一看，门一推，哎，再进去呢，进去呢，进去呢！老夫妻我的一塌瓜子涌进来嘛。老是停止神的浪口啊！老太子心里急得不得了。哎呀，丞相在哪里呀？我的丞相，他把你都困了了，你困了了，这手了这样子过去嘞。我
张子啊，就过了个张地上下，滚得还滚得，我溜得来，把你起来吧！哎呦，大嘴飞！以前为得不个呀？哪会得不呢？所以是在窑里向当八户到这个辰光，铝几两地头也得每个包了床当中，拿一两地头盖了床头，为拿两套衣裳新的盖了地头面上三个困了了呀！一群啥个牛婆婆摸的要好个了，地头小起来，我们里向都是个地头了呀！春香这叫好混着哟。这是一张凳子把那上门里一进来起来，对正子上头顶上想，哎，我的吹响！哇塞，那是上头顶上想起，我都跟那上头个啦，还是大包。我想过来拿上位想起来，我的吹响！你这个来不记得跟那上地路了还喂？方才不来跟着你进中的清楚的旅游去啊！中的也不是豆腐做个喽，怎么个了？东乡是为呀喊了追过来，金带吹起嘚一开，我的吹响！这个嘞，也不是来中了，不了吹起的下眼也坏。干嘛老大气的家？大家不是不是，老他们往上还有个吹响。我姥姥醒个，细细叨叨啷口。哎呀，说啥？等你来搞支付菜上，到处这个人，哪里晓得呢？哎，说丫头大嘴，一口上头个灯在锁灯过后了，那个蜡烛在分第五，为有半根的个蜡烛，里头张铺后桌，烧脱房子为说够力够了了。在吃应的了，一看到庄台上将个火烛个蜡气收了东个米本里，东米本里为是，也是不相信，张破个火烛蜡烛太光，啊，烫下来个蜡烛有了的塞了势力，用了袋子上去不扬起来，但没洗的，好哟，我啊没理解。可个老高些不往上为了害个吹响，夫人，老相公，不必动魂吹响，即日他们两人到等了，到等了，到这了。哎呀呀，老相公，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哦？那他不能问得出好个来，你对付来围对我，说那胡气，老夫言不知。那么你真的去下他们到这里？哦，很就看得出了，刚不来高下天的看呀，对过来一看嘛，石桌浪下都人不地哦，哦哈，两张火机呀。我姥姥我都认不得来起啊！我一张火箭先拿起来一看嘛，我个必须啊，地好不惧事啊，何如为敌？一看个意思嘛，啥个句子嘛？四句又不是真人呀。给始作讲，昔日本人定此地，可能谁能主家乡？听闻莫欺风不来。大路后随山，飞进大路花比山，今那想是把一位山，哈！我啊，你是对厉害的，我从北方的开出之意为啥？吹下嘴没好，我站火箭不来来搞些口啊！夫人请开。是，来他有进这道水底下，在张火箭上下一口。哎，我啊，那说的不是什么事吧？
哎呀呀，来相公，都是你的不好哦。话到我身上来是我个法，为一张火箭呢？这个一张火箭是抽象的必须啊！叫上一讲，笔本红衣，蒙夫人对爱啊，恩德是太岁，非分笔八其一，今以相依与个是恩，与我爱投入啊，依说一起。三佛是得牛月三重，谁能生一男半女三次龙庭，夫是恩配。去向林烟匆匆，离人泪必喝。你的去向，你去顾客好良心哦。哦呀呀，最想我是想着那份的牛最近没办法想。哎呀，我的去向哦。不要哭去向，两张火箭啊，并举来了挪大水里。也好，暴力中战好，四面一口啊！爱他了，啥个每个相对来想有诗句来了？那是那个是，我个别嘴话，第一句啥么子？当得东我谁不成？当我个家伙，当得我东高么谁也不成？第二句。眼光飞退出有里，我人事分得是出自火油的，本事都不该。总来啦，自吹这个辰光我自吹两日。第三句，去向荒芜上吹色。我来了，这句发动告诉不出。去向荒芜上吹色。这个里哪个去向嘛，长到是火屋里向去，然后去抱了树里向去，啊，火屋。所以这个里向挪出一个蛋，现在到去向到这台火屋去。上面一句了却相似，三小应有，吃里个牛，哦，因为里呀位置去向了来，去向把你写三小。所以嘛，你马身的看得我府里向来做佣人，这几个去向成功这么气载，长到是火屋里去，啥个火屋？哪个四句是万苦日苦低头苦？那么苦是毛病出来。哪个四句是上对个事啊？到下对个事来的小。你万苦嘛，这个一些是平头诗了，万苦四个是一样的。当然去了，当然去了，当然去在。哎呀，当然，老想当然就当包啊，当包为之去向三小旅人，去向大理需要三小。当不好到我府里向来做农人，是讲也就你对发错事当不好，哪了？昨日子打做知识分证明来，我家里送所送到接听那是看这个冬儿他有鬼鬼祟祟好上了噻，对什么公屁股么巧，所有嘛拖到是把对个上一起，这种强烈做什么啊？可怜你张婆做知识说出了，原来我们做知识吧，我天机当不好，我说当然当不好可好，做知识是当不好发自破了罗里找无举动的。哎呦，做知识啊，你一定要读书我第二给，当我想是个无举动了啊，也罢，啥么我家做知识是啥个当不好嘛，死开着了。啊！为此一家人讲个农小叫么里叫装改的嘛，被子个屋里那个智人眼睛吓开个了，哎呦，谁让我啊！哦，气死老夫啊！咦，老曹一看没少听，老女人吼是吼得不得了，总说得枪支起来的。哎呀，老相公，夫人，你要告诉自己动脑啊！夫人。老夫君中了他们的诡计了啊！
你总连哪一个的规矩呀？你口记下我爱是哪个？我爱嘛就是康秀。你口记下康秀是哪个？这句么都问他过。康秀嘛就是我爱呀。一不是康秀，一不是我爱，是哪一个？那是公送到花湖当人当不红是鬼的，为取向与他屡人三笑，所以美声到我府中改作第三下子。昨日与取向突入化作他们到往收进去了。当真？是啊。哎呀呀，不害了！唉，咱们来讨节奏。什么啦？当不好刀子吹响这个子，哪是这样特个子？倘若别人刀子吹响是我为还去太足来了，可当不好刀子吹响是我太不足个子呀。因为男人简直当不好做主赛破个呀，做主赛个点多弱，所以可以累积骨得来。那是我个吹响不着光头不？想想男人啊，那真是个老不懂。当不好那认得你个呀，俺毛生进来那会都看不出去个。我觉得那给他半年都不得了呀。可是不看起今朝吹响我也门内太太。老相公啊，夫人。像你老相公那是绅士当应当不好的。像那当人谁自己不在于语，那倒是你看不出他是当应当不好，都是你这个老头不好。这是我等在山当上下，皇帝啊不来是我糊涂了，但你来是我啊，真是老夫见糊涂了啊！哎，那是这样这个人。哎呀呀，我的崔香啊！王公真不得泪双行，只看中里来家去香。哎，崔香啊！我下来带你亲生下，你是只应该带我放平的我娘。想想崔香，你是个没良心的，我就不欢喜呢。你贴3斤相符，我当然自个能用，因为我不能用。哦，你不当我娘用啊？你要专门来最好了，你来围堵我一3年。你是鸡呀谁不往动手去？就应该带我放平平我哈。崔香你不良心，你不当我套套是人用啦？我实在欢喜呢，你领子嘴刚不来当我讲一声，心里想也想也气着，就说啥上里嘟一人光风，春风吹动黑腿怪，你们是说呀人之林冲啊，两泪必得一伤。再如春天，我里想个天就冷得了，崔香，你衣裳也分到，可是你要懂我的。路途中下雨最受你。真理等下来给呀上，我现在不少别个闲话讲，总归寻到老女人。都是你这个老头不干，都是你去你都好斗，也是我不懂了。
怎样糊涂？老爹公，你是妻子不好开门呀！假如你是真的，不为我吹响皮。啊！哎呦，不为你吹响啊！你当啥我啊？不为你吹响，你去哦！我是吧？啊，要死人！怎样讲？哦哟哟，老的哇！你高峰吃饱吃上，也为我的崔下娘。别的无法口下，那么老老再到生气，好到不行。